中国媒体称，中国的武汉病毒疫情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生活大体恢复正常。但东突厥散是个例外，那里的民众有一大半还处于严厉的封城状态，与全国其他地方俨然处于两个世界。当事人说，拘留营中的在押女犯每周都要脱光衣服喷洒消毒水，隔离在家的居民被人用锁从外面锁上，不得出门。隔离可以长达40多天，病毒检测阴性也不能结束隔离，不配合者就要被抓起来。美联社说，综合官方通告、社媒体和采访到的3名东突厥散被隔离者的说法，当地政府的有些做法被专家称为违反医学道德。有些居民在威逼下服用那些没有经过严格临床检验的中药。一名中年维吾尔妇女告诉美联社，她在中国疫情高峰期时遭到拘押，被迫喝下一种中药后感到虚弱、恶心。她和同监视的狱友每周都得脱光衣服一次，让看守员用消毒水喷洒他们的身体和监视。这名妇女从东突厥散通过电话说，皮肤有种着火的感觉，我的手被毁了，我的皮肤开始脱落。由于害怕被报复，这位女士没有提供真实姓名。美国 FDA 认为这种药欺骗对武汉病毒根本没有任何治疗作用，纯属骗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日出访法国时，捍卫中国的集中营政策与港版国安法，驳斥欧洲国家对这2个议题所提出的忧虑，并警告欧洲国家不要介入中国的内政。王毅重申，被关押于所谓职业培训中心的维吾尔人都已被释放，并且获得就业机会。不过，过去几个月来，海外维吾尔人与维权组织仍不断表示，他们与东突厥散的家人失去联系，怀疑家人仍遭中国政府关押集中营中。王毅表明，这2个议题都攸关中国内政，并强调外国政府不该干预。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会晤王毅时，对香港情势、维吾尔人与中国人权状况都表达强烈担忧。他呼吁中国政府必须尊重其保障国际人权的承诺。捷克参议议长维斯特切尔旅团访问台湾，引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挑战中国原则必将付出沉重代价。捷克外长反批中国过分，并将说召见中国大使要求解释。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发布的讯息，正在德国访问的王毅昨天表示，对于捷克参议院议长的公开挑衅行为，中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管，一定要让其为自己的短视行为和政治投机付出沉重代价。佩特日切克在布罗格对记者表示，我希望中国方面解释这些说辞，这趟行程一定会影响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但我认为这番言论已经过头了。佩崔杰克说，我们已经召见中国大使要求解释，对这种沉重的声明不符合两国主权的关系。他还呼吁合作时不要混淆在外交上没有地位的感觉。印度军方表示，日前挫败了中国军队新一次企图改变现状的行动。印度军队本周一发表声明称，8月29日夜间，人民解放军破坏了此前双方就解决东拉达克地区持续对峙进行的军事和外交努力过程中达成的共识，进行了挑衅性的军事活动，试图改变现状。声明称，印度军队挫败了中方单方面改变当地现状的企图。今年5月以来，中印军队在喜马拉雅山西部的拉达克地区一再发生肢体冲突，紧张对峙持续至今。双方均指责对方越过了实际控制线。6月15日，中印军人在加拉万河谷发生激烈流血冲突，印方称有20名印度士兵丧生。北京方面至今没有透露中方的伤亡情况。周一，一架以色列飞机首次历史性穿越沙特阿拉伯领空。这架班机载有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阿联酋进行历史性和平谈判。阿联酋外交大臣在阿布扎比机场来欢迎从特拉维夫直接前往阿布扎比的以色列和美国官员。
这架航班载着美国和以色列联合代表团，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加里德·库什纳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欧布莱恩率领。以色列小组由欧布莱恩的同行梅尔本·沙巴特领导。阿联酋和以色列本月早些时候同意关系正常化之后，沙特阿拉伯允许以色列飞机首次历史性飞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领空。